靚靚少婦錯愛已婚薄情郎，星期二佢被發現燒炭自殺身亡，屍體由五宮抬走。警方喺現場揾到相信係死者用嚟燒炭嘅炭爐同兩封嘅遺書，相信佢係因為感情嘅問題而尋死。據了解，26歲嘅女事主喺幾年前同一個34歲嘅運輸工人結咗婚，婚後就喺大埔區嘅街市度賣菜，期間就識咗個豆腐檔嘅東主，兩個人雖然都有家室，但係就發展出婚外情。女事主相信情郎會同太太離咗婚之後再娶佢，於是就毅然同丈夫分居。點知兩個人同居之後，情郎就未有兌現承諾啦。女事主大受打擊，仲試過喺上個月內2度割脈自殺，但係都及時俾親友發現救翻。佢星期一自己一個返內地散心，期間就打電話俾分咗居嘅丈夫話唔開心。佢丈夫星期二揾唔到佢，趕去佢住所度發現佢倒卧喺床度，於是就報警。死者嘅奶奶同其他親友認屍之後情緒都好激動，白頭人送黑頭人嘅家姑仲大鬧新抱嘅同居男朋友破壞佢個仔嘅婚姻，更加間接害死咗新抱，簡直就係2012年嘅陳世美啊！有街坊星期三去到死者村屋外面鞠躬獻花拜祭，又話自己喺星期一下晝曾經都聞到燒炭味，當時仲以為有人燒嘢食，冇為意到，自責冇及時發現，救翻死者條命。而嗰個被千夫所指嘅懷疑豆腐檔東主喺星期三就如常開檔，見到記者嗰陣亦都表現得好唔耐煩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